各地陸續是傳出這風台災情，咱先來看雙北。新北山區是已經落大雨，新北三甲的大壩溪串流，新北市有風性鐵力的範圍也已經擴大，增加淡水甲深溪。也若是台北的陽明山，這個是白亞甲烏多擺是去互風雨線線倒。台北市長蔣萬安佇咧災害應變中心坐鎮，提醒講這平地市區的風是真有可能會達到11級，雨量嘛有可能會達到超大水災程度。因為這風真透，台北捷運的高架路段，親像是文湖線，也閣有淡水到民權西路頂，攏總停駛。雨水直直滲佇車的頭前窗，車身嘛咧搖撼，像草山的路呢，會當看到路邊攏是風扇落來的樹葉甲樹葉，山頂是風透雨強，連車閘啊、烏多擺攏叫風線線倒。面對風台，市長蔣萬安固守災害應變中心。風力甚至在市區平地會來到10到11級的強陣風，雨勢累積24小時的雨量會達到390毫米，這種大豪雨等級。那山區更不要可能是超大豪雨。蔣萬安講，氣象團隊觀測到大屯山甲文化大學攏出現12級的強陣風，石牌啊科教館嘛有9級的陣風，有且風力甲雨勢攏會繼續變強。0025豪雨造成內湖淹水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在金龍路一帶，不管是店家或是住戶，都提前做好了防台準備，在門口堆好沙包。上次大概淹到這邊，就是大腿，然後他們都是淹到整個灌進去。所以那個沙包都先堆起來。阮啊，台移動式的抽水機嘛已經全好勢咧，等指令隨時出動。根據台北市災害防救辦公室統計，到10月早起7點為止，總共受理50件災情，主要是路邊倒樹叢、失電這款民生基礎設施的災情，甲建築物受損。台北捷運早起6點也宣布講，風速已經到停駛標準，包括文湖線頂路段攏暫停營運，後續會看狀況恢復。透早到民眾要坐車，說無車通坐。我看到的沒有人啊，沒有捷運，我到公車啊。新北淡海輕鐵甲三明線載運嘛暫停營運，各地攏有樹叢倒去、看板落去的災情。從昨天晚上到現在，我們的災情通報有32件，大部分都是路樹倒塌、圍籬或者是電線掉落。風台持續影響北台灣，山區雨水是變弱。新北三甲大壩溪水勢是變國強，溪水中甲溪仔頂，新北市有風性鐵力範圍嘛正式擴大，包括淡水區、深坑區到10月早起8點，攏總19區鐵力1698個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